1节到18节。第2段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的后半节。大家ห็着，我来读。我今仔日所命令你一切诫命，恁就即手来行伊，互恁通活，人搁加添济济，通入伫得着耶和华对恁的列祖所咒抓应允的地。你也着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，这40年带你伫旷野的路，是要互你谦卑来试验你，要知你的心内怎样轻守伊的诫命也无。伊互你谦卑，互你骄傲，用你所毋捌，你的列祖也毋捌的玛纳养饲你，互你知，人毋是单单倚靠饼来活，人是倚靠耶和华嘴所讲一切话来。40年，你的衫裤无破，你的脚也无碰破，你的心就知耶和华你的上帝教导你，搁你着即守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诫命，来敬畏伊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带你入即个水的地。即个地有溪、有水泉、有深渊，对山谷甲山流出来，就是出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的地，也出橄榄树甲蜜的地。你伫遐所在食米充足，伫遐你也无欠一项。伫遐所在的石头是铁，你的山通掘重，你要食到饱，就为着伊所赏赐你的水地，来学罗耶和华你的上帝。第11节，你着谨慎，免得你袂记伫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无守伊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。惊了你已经食饱，已经去水的厝来徛起，你的牛羊加添，你的金银加添，你所有的拢加添。迄时你的心自高，袂记你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就是带你对埃及地做奴才嫁出来的。伊带你经过即个大家拢惊的旷野，遐有火蛇、吉拉虫、焦燥无水的地。伊捌为着你，互水对顶的石盘流出来。伊搁伫旷野将你的列祖所毋捌的玛纳养饲你，是要互你谦卑试验你，互你到尾得到福气。惊了你心内想讲，得到即个大的基业是对我的气力，我的手的能力。总是你着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因为你得到大基业的气力，是伊互你，要行伊所对你的列祖咒抓的约，亲像今仔日的款。咱来看第2个所在的圣经节，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，后壁节吼，我来是要互因有活，阁有丰盛。圣经读到遮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来行的人。这次咱要请本堂刘传道来正道，伊今仔要讲的题目是开心行大运。兄弟姊妹平安。伫新春头一个主日，咱会当伫遮敬拜咱的上主，实在是一个真大的福气。咱斗阵来祈祷。赐福阮的主，阮感谢你。伫新的早起，新的年，祝你组织，互阮伫遮来敬拜阿罗你。恳求主圣神甲阮伫地，互阮看你的话语会当明白，成做阮今年的帮赞甲引带。祝你是赐福、赐平安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恳求主甲阮伫地。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上帝。伫新春头一个主日，咱会当伫遮到，互咱会开始。伫2014年伫
一个足大的一个杂志，拢有讲到一个2014年会关一个真重要一字，这字就是长，长世，就是讲伫台湾、伫全世界拢要来长世，就是讲咱俗语咧讲风水要轮流长。伫即个长即字，就有的人会感觉无共款，有的人讲赞啊，要来长啊，我会使有无共款的趋势啊。有的人会讲团岛啊，莫阁长啊，亲像迄个娃娃长甲我拢戆戆细，一世界敢若拢一直踅袂煞，我敢若拢缀袂着阵。长一字就亲像一字长共款，有一个车。再搁一个专心的专，伫即个世界咧转的时阵，消息、信息拢咧变换的时阵，咱就爱真小心。亲像咱过年期间，咱咧开车的时阵，咱爱足专心。咱才知影，即世界咧转换的时阵，什么时咱爱出手，什么时咱爱换势，什么时咱爱放手。交托互主，长，今年上帝要赏赐互咱，要带咱来长，来安怎长？国父讲转变、改换，已经足久啊。不管是咱个人也好，也是国家也好，咱感觉有真侪一个趋势，感觉一个讲，我敢会当换一个新的。敢会当感觉讲，互咱有无共款的即个气势咧？伫2014年，咱的上帝要来带咱，因为2014即个话语来讲起来，就是要互咱带咱来掌握一个世界转世中间，咱要安怎来看见迄先机？怎么样？如何在千变万化当中，我们能够有先机，比人家？不是早一步，早一步不一定好。要互咱伫个拄好的时阵，互咱伫个迄阵，咱就来改变。当然毋是靠这个咯，咱来靠上再当互咱有冰心，会当互咱逆转胜，互咱会当减虚冰心，上会当帮助咱会当来冰心的。2014，爱你一世的主耶稣基督。2014年，要听你一世人的主耶稣基督，要引带见若是信靠伊的人，就是你甲我哦。伫新春的时阵，第一个主日就来到遮。2014年，伫圣经中间，伫个咱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嘛讲到40，咱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要来看申命记。就是摩西引带做奴隶的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了后，本来要带因去真水的地迦南地，要互因伫遐有流牛奶、阁流蜜的所在。40天的日子通好到，却是行了几年？40年。是伫圣经中间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满了。拄啊好的时阵，是今年2014年嘛是4。上主耶稣讲，拄好的时阵，满了，够了，够呀！要带你进入无共款转世啊，要转正做。要荣光主离的人的这个世，你敢要对？你若要对，要爱你一世的主，安尼，咱今仔日上帝要来透过伊的话语，要来互咱会当来军队主来对着这个先机，这个先机，这个时机，什么时是上好呢？什么时咱会当会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呢？绝对毋是你手内一个智慧型的一个手机啊！咱这手机啊有足侪的资讯，咱要去等公车，饲的，知影讲几分钟公车要来。
咱个饲饲会知影当时要落雨，咱饲饲的就知影讲啊，足远的所在啊，有啥物人咧等我，伊咧遐咧创啥？但是毋是靠这，是靠咱手中的圣经。手中的圣经要带咱来看上帝要互咱的快乐能力，要互咱带咱2014年伫关键重要的时间，互咱知影咱要安怎来抓到即个要转变的时机。咱要看到会当行伫即世间真大运气的即个看见即个行大运的运气，咱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的能力。洞察，咱来看即个里面的意思，就是伫山洞内面拢乌暗暗，行无路来，西啊西，就亲像旷野中间，西啊西，你毋知迄路要对倒位去，就亲像今仔日经文《生命记》共款，要入去即个水的所在，进前40年久。伫旷野中间，西啊西，西啊西，拄啊好的时，日子已经满时，上主要带伊的百姓入去水的所在，伊应允的所在。要入去之前，摩西搁一遍甲因讲，恁着爱遵守一切的诫命，接受来照安尼行。互人也会当加添济济，人要入去上主对咱祖先所咒诅要应允的地。所以上主要来引带咱，虽然伫黑暗中，你的性命是毋是拄啊咧旷野中间？咱的教会、咱的社会、咱的国家，是毋是嘛是伫旷野中间？踅来踅去，踅来踅去，他会同款的代志，同款的错误，搁发生，搁发生，搁发生。啥事我家己无法度改变，啥事我无爱做的代志，我对头真讲头。一年的头一天，讲我无爱搁做，但是咱做袂到。伫这黑暗中间，伫这山洞的中间，咱的上主要互咱，虽然还未看见迄洞内的光，总是已经要引带咱行头前的路，互咱看见，互咱看见别人看袂到的。这世间上的人看袂到的活命甲活力，互世间上的人看袂到的时机，伊要带咱看见这属灵的洞察力。这洞察力要安怎有？就是要透过资料的收集，要透过对资料的分析，要透过足济来什么时爱出手，什么时爱放手。这个时机。上主要赏赐予咱，伫2014年要时时要予咱，要予咱属伫这个本来别人看无意义的资料，要真做对你属灵是有意义的，对别人讲起来是有意义的，要唱敢若啥物货，总是你伫甲上帝关系好的时阵，要透过圣经。甲上帝的关系，伊要互你知，亲爱的，我惊你啊！别人唱到安尼，迄无效。你爱逆向思考，这个能力就是洞察力。今仔日上帝要来赏赐互咱，今仔日对今年的经文内面，咱就要开始来学，要开始来领受上帝今仔日互咱的这个福气。咱要开始来算数这个文典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看到第2节一直到第6节，就爱会记哩上主这个精神40年伫旷野中间，要爱互你谦卑来试验你，知你内心要守伊的诫命无，要互你谦卑。伫即中间40年久，虽然伫旷野中间，但是
上主予伊的人民所爱的，嘛是有福气。只要你开始算数这稳定，对第2节到第6节，你会讲传道啊，你嘛爱讲笑，伫旷野中间透有福气。这个福要安怎写？一个神父，对不对？再来一个什么？一口田。一口田，神赐给你一口田，当然有福气呀、上帝赏赐你一口一个田地，你当然是有福气啊。但是我啥物拢无啊。传道，你嘛甲我讲，我福伫倒位啊？上帝要甲你讲，伫旷野中的以色列，旷野这拢毋是因的，总是上帝无互因咬着。敢若名利，这世上的房地产，这世上的地，无一个是你的名，却是有你的份，有你的业，有你的把足的业，互你无咬着，就亲像这40年久伫旷野中。所以咱算小这个稳定。你虽然即马看无，虽然你即马伫山洞中、黑暗中。总是上帝要予你一个心内的眼光，已经会当享受你有一口田，你已经有上帝甲你伫地一块地，这块地要来养饲你，予你拢有够业。所以咱就来算数，要安来算数？所以今仔的经文中间，就是要予咱关系1.4千万的福气。这要安怎来讲呢？伫申命记第8章要入去迦南地之前，这第8章其实就是咧讲一个代志尔。什么代志？会约。头一个约要互福气，就是会约。会约这40年久，安那上主引带伊的百姓伫旷野中间有饱。这饱毋是对土生出，是对啥玛纳来养饲，遮的人拢无夭着。圣经中间佫讲着啥？讲伫第40年久，你衫裤拢无破，你的骹嘛无碰趴。咱知埃及地是因伫遐做奴隶，以色列民伫埃及地做奴隶时阵，奴隶的这个身份是袂当穿。所以因拢是脱鞋骹，因伫做奴隶地出来甲旷野的时阵，是无穿鞋呢，无穿鞋是甲穿一个人皮的鞋，总是这40年久，上帝不但无互因咬着有玛纳饲因，阁互因的骹无碰拍，这实在是上帝恩典，所以因回忆对一个人讲起来是真重要。即马真侪人科学咧研究，一个人的会当去想过去的代志，对伊来讲会读壳会当有，互伊的读壳袂退化。甚至咱拄仔讲到洞察力需要的就是过去的资料，你是毋是会当伫你的读壳内面对过去的代志来回忆？你会记哩偌济，而且对这个回忆中间的资料，对你未来是毋是会当有帮助？但是你会可能会甲我讲，传道啊，过去的伤疤再把它挖起来干什么？回忆有什么用？过去都过去了。是，如果我们回忆，咱是回想回忆过去人会唔好，哎呀，这实在是无真大帮助。但是咱若是回忆，伫咱困难中间，上主安怎来引带咱？讲起来，咱实在是袂堪的，总是上帝疼咱。我应该是无法度经过，总是我去回想上帝恩典的时阵，一个对咱头脑的细胞各方面拢会当有真大的帮助。会当互咱拿来拿晓得，就所以这个真重要。咱这个福气就是咱常常回忆，会记得上主对咱的福气，每一天拢来想上帝对咱的福气。
千万的四个千万是啥物？千万就爱坚守，千万就爱接受上帝互咱的诫命。互咱的诫命是啥物？对《申命记》来讲，迄阵仔的诫命就是咱讲10条诫，甚至搁较细条的规定。这就是要互人无犯罪，要互人得到祝福。这个诫命呢，咱也定定伫做礼拜时阵，咱嘛会看到。咱若讲这个10条诫，头前几条就好。头一个，咱除了咱的上帝以外，袂使有别人的上帝。第2条啥物？袂当安那雕刻偶像。第3条是啥物？袂当啥人三称耶和华的名。第4条是啥物？咱今仔已经守啊，就是安息日，咱就爱守安息日。所以今仔日上帝安那伫甲咱教导，伫过去真侪咱的前辈，因嘛接受即个命令，就是咱来守即个即个诫命，上帝要来照安尼来祝福咱，互咱加添做，所以咱来定定来接受即个。你会讲团队你讲安尼我足困难守的，安尼讲好无？头一届，除我以外袂当有别人的别个上帝。简单讲就是安那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别的神。简单吧？所以你第一件事情，你想随时随刻，你就接受咯。主啊，主啊，我的心内是毋是干那你，无别人？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别人。第二个是安那，唔通照你家己想的来敬拜上帝，就是咱一般人想讲雕刻偶像。上，你唔好照你意思来服侍上帝，你爱照上帝意思，唔是照你家己的意思，来下主心意的。第三个，唔通南山称耶和华的名。简单讲吼，少年听较有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唔通口是心非，你唔通甲主讲一套，做一套。讲主啊，我足听你的，却是主讲的诫命，你拢无爱守，你拢无爱去做。第4条就是讲，咱伫爱有安息日，伫个遮做礼拜，唔是讲今日计无用呢，那就爱去爱。来伫遮甲主的面前，咱要定心，佮对着开来，这是上帝要互咱的即个祝福。所以咱知，咱要谨守上帝的诫命，咱要算效主互咱的即个恩典。伫今仔的经文中间，咱就有看到伫第2节到第6节中间，咱嘛爱来千万。第3个千万就是咱来相信。上主对咱拢是好的，上主伊有真好的拍算，是你唔知，你即马唔知，但是你将来要明白。伫第7节到第10节中间，伊讲，因为上主你的神，你要入迄个水的地，遐有溪水，有山谷，有山顶，要有溪水，有各种互你把足的物件。到遐是迄个是上主要赏赐互你的，所以咱就爱相信。虽然你即马还阁无，虽然你即马还阁无改变，虽然你即马可能还阁无一块田，但是上帝已经要甲你伫地。只要主有甲你伫地，你拢袂欠用，无一项会欠用。就是咱爱千万，第3个千万，咱就是爱相信。第4个千万，咱就是爱感恩。第11节一直到上尾，讲你爱记得上主，你爱谨慎，免得你袂记得上主，你的上帝。爱修过一遍讲，所以咱就是爱一遍搁一遍，千万爱会记你，爱会记你来感恩。或者你会讲传道我都有啥物好感恩的啊？有，为着你未来要爱有的，为着你即马所有的，为着你可能也毋知，你就来感恩。你哪感恩，你就哪看见。我的妈妈本来来到桃园，到我大的时阵，拢坐伫我的先生坐迄位，就是中迄位。我的爸爸妈妈伫12月头一个礼拜，11月上尾一个礼拜，伊做完礼拜回去的时阵感觉胃无啥爽快。我的妈妈就拜伊，我哥哥来载伊回去小的诊所看的时阵，医生就甲讲我无法度，你爱去大的病院。
去到中国医学院，我的妈妈，我的哥哥住伫台中，伊去中国医学院，伊就讲你袂当出院哦，你这一定爱住伫遮，因为伊照起伊的腹肚内面拢乌影，按照判断应该是伫肝甲胃拢有有瘤伫的，所以就要决定是毋是要开刀。医生就讲你是毋是爱甲你的妈妈讲？阮咧祈祷中间，咱一般会讲无咱做实事来决定就好已经要80岁啊，到底要开刀无？阮想着我的妈妈，伊就是有即个福气的人，伊定定会想着过去真艰苦的时阵，上帝安怎引带伊，伊就是千万会记咧算数，千万会记咧来看相信，千万伊会记来感恩，甚至伊就是千万伊拢伫咧上帝内面。满心会喜乐，所以伊决定甲伊讲，伊讲爱开刀啊，开刀毋知会好，无开刀袂好啊，来开刀，来开刀，所以就是去开刀。伊伫12月，医生马上来安排，对中昼12点开始开刀，到暗时9点才到恢复室。医生本来是讲肝甲胃要摕一半起来。但是开刀煞摕出来，互阮看的是3项物件：肝摕一部分，胃摕一部分，搁一个就是胆摕一部分。所以我的妈妈一个本算笑讲，伊即马是无胆的人，安尼较好，较会敬畏主。伊几年前咧，伊的迄个腰子嘛已经摕起来，所以伊即马是讲，伊讲伊是五脏无完全的人，但是感谢上帝，搁互伊活着，真奇妙。9点对恢复室出来，过顿工中昼12点、15点钟尔，伊就听见医生甲讲，你爱落来行，才会较紧好。所以伊15点钟，伊就塞迄个电梯，就行咧病院内面行。每一个护士目睭拢金金看，医生拢金金看。80岁，你哪有法度？安尼伫15点钟来，落起来咧啦啦嗦。伊讲感谢主啊，我有主教我伫地，这就是感恩。讲你会听袂？敢有听哈？我袂记哩安尼，听会使袂记哩啦。但是上帝会听通会使袂记哩袂？袂使。伊就听，伊就是听调伫主，感谢主诶。伊伫哪来哪好诶中间，伊就开始去运动。可是咧，伫12月31，伊要去运动的时阵，车甲伊划着，伊怎啊倒落去？倒落去，骹去互车搞落去，所以伊的骹的这砖头遮逼去，伊就开始袂当行路。我一个爱行路的人，袂当行路，要安怎？伊也是感谢主讲，我阁有骹啦。所以伫新春头一天，伊听嘛去教会。阮甲问讲，你会听袂？当然会听，就是会听早来教会新春头一天来，互主耶稣听啦。感谢主，咱是毋是定定为着未来，咱要有即个福气，定定来感恩，定定来接受上主要互咱的诫命，来算效上帝伫咱身上的作为，来相信伊拢是为着咱好的，要来感恩一切有伊美好的心意。当咱有安尼做的时阵，咱心就会开，信心要伫咱中间。是安怎讲呢？伫今仔日经文中间，咱的主耶稣伫旧约中间，伊嘛用着即句话，伫安怎讲呢？讲咱活着毋是单靠啥物食物，咱阁靠上主所讲的话语。所以耶稣也经过嘛是拄好40天伫旷野中间受试探。虽然讲40是刚好满了，你满了吗？神看你的时间是不是满？如果满了，刚刚好的时候，拄好的时阵，上帝要带咱来冰心，带咱来减去冰心，要带咱来转，要带咱来转向哪来哪参像主，互咱会当应承约定。主耶稣甲咱共款，拢受着一个旷野，伊甲以色列拢伫旷野中间40天，经过40天了后，伊
开始来行道，开始来传福音，为着咱的救赎，伊定伫十字架顶死埋葬罗营府。第三日，佫对世人中告我40天了，就天赏赐互咱一个圣神伫咱的中间。所以，咱若是心未开，咱若是去一个人，咱若是心拢咧看家己，做决定拢自主为大，不是尊主为大。那么我们的心不会开，咱的心未开，咱看袂到机会，咱看袂到上帝甲咱的引带。咱需要心开，咱的开就会透。开是啥物？开伫圣经中间，圣神就是开。伫原文中间，这开就是圣神甲咱伫地，咱有圣神甲咱伫地，咱就真多有生命的人。伫创世纪中间嘛讲到，讲咱因为有这个上帝，互咱的开，咱才会当活地。所以人的心真重要。所以咱吼伫经文中间就讲，咱活地毋是干那靠这个食物，咱是靠这个耶和华嘴所讲的一切的话，要互咱得到帮助。所以咱嘛要来看，咱的毋是干那靠着这个食物，所以上帝搁较侪重要的，搁较侪关心的是你内心是如何，你的内心如何？伫咱的经文中间，咱看到伫第8章第2节，上主要引带你40年。可能要来练你，要来试验你，要看你的心是毋是定定思想耶和华。伫第5节讲你上主要来管教你，互你安那亲像咱普通来管教囝共款。咱被上帝来锻炼，就亲像咱人有人讲，基督就是一个健身房。什么的健身房？信心的健身房。你去健身房，咱去运动。咱袂感觉真艰苦，因为咱知对咱身体有帮助。若是咱的人生中间，咱的生活中间有艰苦的代志，你若相信主，你若回忆个主伫你心中捌做的，你若千万算小主的稳定，你若是千万会记你相信上帝，你千万会记你感恩上帝，咱就袂甲这艰苦。第二，咱会感谢主讲，哇！我要锻炼我的身躯。伫教会中间，伫今年2014年，咱会透过祈祷，要来锻炼咱信心这个健身房。咱要来搁一遍，来搁较亲近主。伫咱的心内面，咱嘛袂当，咱有啦，所有咱毋好来骄傲，就亲像14节，咱所有的这毋是靠咱的气力，是靠上主才得到。所以咱就千万会记得上帝。会记得上帝就是无轻看上帝。你若袂记得上帝，你若袂记得算数，袂记得感恩，袂记得上帝甲你引带，就是轻看上帝，看无上帝，这是得罪上帝。咱就定定心意来更新，就亲像电脑，咱定定拢爱重新整理，重新整理。就亲像咱要去行村，等一下你可能要去旅行，你要整理行李。整理行李上艰苦就是缀入去，佫缀袂落去，佫拼出来，佫一遍，佫缀，佫拼出来。咱的心内嘛爱安尼定定整理哦。咱的心意更新，咱才会当佫较亲近上帝，信心才会当伫咱中间，互咱听会见。上主要甲咱讲，囡仔，我所听的起来，咱才看会见别人看袂到的机会，咱才。知闪避，迄毋是机会哦，迄是危机哦。所以感叹好，伫新春头一个主日，咱就立志，咱来定定每一天、每一时刻，咱透过祈祷，透过看圣经，看伫教会的聚会，咱会当心，会当来关怀心意更新，来亲近咱的上主，咱会当知伫新的一年，咱就知要安怎行动。就亲像咱的主耶稣，伊说伊搁伫坐眠上的时候，伊就互咱一个诫命，就是听就对，就对啦。人讲伫基督教信仰，咱亲戚朋友若毋是教会的人要问你，讲恁信的是啥物啊？你会使简单一字甲我讲袂？困难无？无困难。咱主耶稣讲，遮尔济诫命，传到你今仔日头一。
经文讲你着接受诫命，遮尔济诫命，我太接受会着。我太会知咱教会即个中心是啥物？一字，迄字就是啥物？听，听就是咱基督教的信仰。啊，若讲两字咧，我一字伤简单啊啦。传道你嘛讲一个较丰富的，一字听尔。第二字，咱若讲基督教信仰有两字来表示，迄两字是啥物？对，就是关系。伫青春中间，咱真侪行春，就是咱伫要甲人的关系，咱就是要来听咱身躯边的人，特别咱先听上帝，听别人，听别人亲像家己，咱伫关系中间，咱要来实现上主，互咱会当去听上帝，会当去听人。听人真正无简单，特别迄无可爱的，特别迄我气甲气喘喘的，特别是迄我无法度了解的。了解的，因为安那无简单，你就是足气的。有一个神学家伊安尼讲，伊讲饶恕不能饶恕人，气一个人就是用怎么样来形容？用什么来形容呢？就是一间厝啦，内面啊呐，拄啊有鸟鼠啦，鸟鼠踮咧走来走去，啊你足气的，吼要掠伊吼掠无，暗时早踮咧走来走去。啊！你为着要掠即只鸟鼠吼，你气到暗时也袂困的，你时也袂困的，时时拢袂困的，就这就亲像气一个人，无法度了解一个人情。所以你会安怎做？你要安怎掠即个鸟鼠？你要安怎做？有人就是无法度了解，所以放火甲一间厝烧去，迄只老鼠就走去。你敢会安尼做？袂吧？是毋是？所以真正传道来邀请咱大家，咱毋免气甲为着要掠一只鸟鼠，气一人气甲咱家己拢伤着上大的伤害。敢通好？这厝咱甲拼拼的，甲刷刷的鸟鼠也就自然走去啊。咱内面的心的物件，踢解咱的，咱嘛该刷刷的拼拼的。这拼拼就是放互主。讲主啊，我虽然无法度了解伊，放互你，主恳求你帮助我，会当了解人，会当听人，会当听上帝，听上帝，搁听人。这是上帝要互咱的一个大诫命。搁来，上帝要互咱有大气力领受一个大使命，就是要互咱来跟对主来传福音。耶稣上天真正互咱一个大使命，就是要叫咱去传福音，互万百姓拢得到主耶稣的这个听。这个听，你会讲传道啊？我都无啥会晓传道，我都毋是传道啊，我都袂晓去传道啊。放心，你若是家人教会的一员，你一分子，咱已经活出大诫命，咱已经活出大使命，是安怎讲呢？伫当礼拜，咱有好会，咱好会手势内面已经甲人讲。咱若是属伫家人基督教会，咱就已经开始实现这个。安怎讲？传福音毋免真侪钱，传福音只要1箍，可能无甲1箍。1箍会使做啥？真正无法度做啥。即摆连敲电话都袂使，因为即摆若敲电话爱用买100箍迄电话卡着，1箍也无法度诶。但是咱1箍，你知无？伫2000箍13年，你的奉献内面。你会无甲1箍，已经听人，听厝边亲像家己。有一间教会，你也当去看好会手势，嘉义中会大埔美教会，伊伫嘉义新创设的9月15才开设的一间教会。迄阵开设的时阵，拢无半人，对基督会开始，无甲半年的时间。迄个所在是安那有想要开设教会，因为遐足侪是新住民囡仔住伫遐。即摆的父母拢相争，以前是相争听囡仔，若要离婚的时阵，拢相争要爱囡仔有监护权，要抚养权。即摆大家拢相争无爱囡仔，要互阿公阿嬷。所以迄个所在差不多拢是阿公阿嬷咧用饲的。即个所在，因做真侪儿童青少年的工作
因就真需要真侪的物件。咱教会伫2003年上尾一礼拜青年时工做一个听烧送，爱相送，咱就组织足侪礼物。伫过年前，咱就寄互因。因讲会当过年前互阮买，因为遮个囡仔真正真需要礼物。因对9月15开始，到搭半年的时间，迄间教会做礼拜已经超过50个。1月1号第一个礼拜受洗7个。所以咱已经伫即中间，咱若对主所创设一个家人基督教会，咱若愿意互上主来引带，咱嘛会当来行即个大使命，甚至咱会当甲主耶稣来运转即个世界的中心，咱绝对有法度影响即世界，因为咱要求对即个就是我主基督，咱要求对伊来改变即世界，你要愿意跟对主无？你讲主传道我是足愿意的，但是你若互我今年拢顺我一定来对。传道是要安尼讲啦你若顺恁捌看过心电图无？心电图若顺是安那？你绝对无爱，你绝对爱讲传道我要安尼起起伏伏，感谢主。心电图起起伏伏代表安那？有5万代表有啥？有活力代表安那？有机会代表安怎？主甲咱伫地咱要搁安那？甲主斗阵来行即世界的路。主耶稣所做的榜样是仆人、仆人的角色，是谦卑的，是为人世开的。伊嘛要来呼召你，甲我。伫即世界，咱若要诚做影响力的人。绝对毋是亲像即世界所讲的，讲我若要做大个，我就是要爱互人来服侍人，毋是，咱是要来服侍人。即世界讲这拢无可能啦，台湾已经迄落代志主绝对有可能，要互咱迄落，要互咱伫即世界，互人看见咱台湾是属主耶稣的。即世界讲即个我目睭无，我若看见的，我才相信，是主讲。迄无看见佮信的人是有福气的，所以咱来跟对主敢好，咱来诚做即福音的一个愿意的工人。上主要做咱是伊的囝儿，要来听谈咱，要互咱会当伫即世界会当开心行大运，会当伫即世界中间，互人看见主耶稣的听谈。真实的权利甲能力，是要互你照着服侍上主，甲看厝边，亲像家己要活出上帝这牺牲疼的性命。2014爱你一世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要祝福你，要祝福你，咱就爱会记你1亿4千万的祝福，1亿就是回忆，真正回忆主耶稣伫咱心中所做的。千万爱开始算小稳定。咱心千万爱开，互信心来运行伫咱中间，咱就爱行动来实践一个大改变咱会当有大的气力来领受一个大使命，对主来运转一世界的中心。上帝要祝福咱，咱嘛要来跟对主，安尼福气就爱对咱哦。咱要斗阵来，今年新的开始来转势，咱伫新的开始，咱要来有新的气象。新的祝福，咱斗阵来祈祷。听完的阿爸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伫2014，主你要教阮伫地2004年，主你要赏赐阮大福气，就是阮要来算效主你的恩典，就是来相信主，阮就是不断来感主，来想起会记得主你的恩典，阮无袂记得主。阮知，阮来对你来行出主你听的改变，互阮会当实现一个大使命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个人，不管是伫嘉南教会，伫即个世界，伫阮所行大的所在，阮诚做祝福，人嘛要因为阮来得到祝福。阮感谢俄罗你，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，要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
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抵触阮伫刺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